嗰度人會講台鐵有10萬多位員工係行人咯，雖然冇正式統計，唔過許多台鐵人會講冇6、7成，也有一半國家。火車對岸呢有1寸1位都唔是講嘅，所以萬分發生意外，如會變做大新聞。司機員愛為230人嘅性命安全負責，壓力一定大哦。台鐵人力不足嘅問題，2月12日也表開來。前個位司機員本單愛串聯，使火車經過平交托架下愛減速來表示抗議。今日我哋先帶大家來看司機員嘅工作情形，個三輪了解伊人嘅訴求。邱前鋒3年前成為台鐵8個年來替代細妹司機員，以使火車3年內，外國嘅作息唔固定呢，唔慣，更加做啊引來引順呢。方公園伊做司機員有10年呢，伊講辛苦無算乜嘅啦。唔過一直感覺講同路卡人搶下嘅時間太少嘅，特別火車駛下出去都唔知會發生乜嘅事情麼？對伊人來講，是得平平安安呢，同人客送到大家愛去嘅位所，如果有成就感嘅。那時候我就是因為夜班，整個身體都弄得很差的時候，我爸爸就講唔好做誒。選一份可以正常上下班的工作，安尼前程社會去都好誒。出發的信號錯嘅，熱台順風嘅態度過好，天天嚟試出去。駕駛者地度嘅司機員邱前鋒，當作是咩可能頭前是火車。坐地位嘅風，邱前鋒就冇像平常時安排社會，認真記當秒鐘都會注意。火車就直線走嘛，那你要注意它的限速，不能超速。應該是說開車你有可能1個人、2個人，後面再1個人、2個人而已。我們開火車的話，是後面全部人的生命都是我們負責。這是邱前鋒靠入台鐵，本來就會係文書處理嘅條路。特別加加工係啲車種，故所佢對火車有特別嘅感情。佢將決定去參加司機員嘅考試，都冇簡單一關一關嚟過。下後佢喺台鐵頭一個司機員，唔過考驗還蠻結束。都係安尼上啊，人家細仔就可以做，細妹就唔可以做。可是日來嘅時間，聽到暗不夜班，凌晨2、3點要上班，下班都會有嘅。暗不夜冇睡飽，又要上班呢，明天都係安尼，就是會覺得怎麼很疲倦，永遠在疲倦狀態中工作。工作上嘅挑戰連我接到，邱前鋒同答應3萬嘅證明自家，故所對自家要求當嚴。剛上線的時候，每天上班前，比如說我今天要開電車，我就是看數，而先發1個小時、2個小時先同頂部那個開那個查故障排除的數，對這個車型要有簡單的認識，才上班才會比較得心應手。99年以司機員班受訓，102年拿到師傅車牌嘅，都經技師傅車是係3年呢。就算見了解，安樣嘅事大眾差異，對無固定嘅上班時間佢沒關係。唔過大擺上班師傅車都係當有挑戰嘅立場。我的習慣是彎道一定要鳴笛，因為我就很常彎道，一彎過去有人站在那邊，真的是被嚇到。剛開始有狗闖入我的路線啦，我會有點反應不及，就是甚至那個狗狗，就是因為我車速太快了，車子沒有辦法立刻剎下來，只能這樣子，眼睜睜看着它從被我的車這樣碾過去，我都還可以很清楚的聽到它的那個骨頭在我的輪下這樣滾，咔咔咔的聲音。我那一整趟的班就是心情很差，就是會受到影響。唔知經過為結局嘅邱前鋒將有辦法留下條按啲數嘅工作經驗講出來，達成從樣樣為嘅立場。佢嘢一到站就停好起來，停頓一下嘅，將自家班路嘅上愛上片數，唔敢食太多茶，就會希望平平安安嘅老人客最多目的地完成任務。各位旅客，8點3分到嚟 ，Attention please. We are now at 花蓮。
後日都講話嘅幾副攤，係大概12日上班前天出我去嘅蔬菜。老平常時強調，12日返公園參前大約1點鐘去報到，做就車炒廣告，在個款做出去查頭，先檢查定解下我時嘅態度過好，老火茶天然打開來。遲早擺做去火茶年下，肯定太包細包上茶嘅，佔到尾嘢坐下來，在個部面。亞時節天未噗噗嘅講嘅。花環數開始好了，準點。像安呢，啲火茶行肯定天白冷嘅日咧，對做12日已經有10年嘅返公園嚟講，做主管呢。上班的時間冇一天，24點鐘全部就有可能上班，不管風吹日曬雨淋，你都要去上班。還有大熱天，尤其是冬天寒流來哦，叫人家3-4點就好，就覺得蠻辛苦的。萬界較攰較辛苦，認真動有使命感，返公園還係萬幾個精神呢，繼續做12日。並不是你勤差一3年內都死差就走的啦，哎呀，就是還有一份榮譽感支持着我們，支撐我們，這樣會有讓人家尊重的一種的那種感覺。然下本頭上面嘅下茶就係假成超，唔過對家福卡熱返公園一切知道當高要得。做司機的生意好清楚過，他寒暑假，你咪上班啦；過年過節你咪上班，因為加班吃很多。1、2月、2、3月冇可能生意講爸爸，我覺得好像很久沒看到你，一趟都我挺心酸的嘛，少過。好的，甲本陽當支持，佢不抗議，未當鼓勵佢，故做返公園做得無效無利，為是咩來做事？認真做12日，唔但請認真做好，工作按啲安排，自家行開啲，要用嘅嚟面對。有危險的時候，我們不能像轎車一樣轉彎啊，什麼什麼，你只能做你該做的事情，就是剎車、鳴笛，對啊。啊，他如果不走，他是刻意的，你就只能眼睜睜的看那事情會發生，那種心理上的壓力就會很難在你的心靈中磨滅啦。做一類火茶12日，自家自己唔係一般人上嘅到位，合計佢哋嘅駕駛實地度夾定15日其他素質，就係提倡佢哋天窗要準時，行個平平安安嘅，讓大家年下仲多冇一天。哇！你看到好多人在等你的車，然後你又把它載到那個目的地，平平安安的，也是一種蠻大的成就感。